纲，以明易卦设象之纲要，立辞之大旨，而见周以成规，有一夫前义者也。盖古代义，本有三种，今犹存汉魏丛书中，一连山义，艮未守，一归藏义，坤未守，一乾坤义，乾未守，文王所访者，即干守坤次之意，故系此守是其要。干为天，坤为地，干上坤下，故曰天尊的卑。乾坤定，定者定其位，位者八卦方位。干上坤下，原系伏羲氏所作八卦方位，而传至文王，使更创立离南坎北方位之序。后人以此称前者为先天卦位，后者为后天卦位。实则无先后天，乃正变立耳。先天者正立，后天者变立。文王推伏羲之变，而为是立，名义之为义。包各变义，不变不为义。变越多，义越妙，用越深。故一变而伏羲方位，成文王方位，变其序，而名未改；变其位，而得无益；变其用，而体人存。故文王八卦方位，虽以离坎代乾坤，而64卦次序，仍以乾坤观诸卦，此用变而体不变也。体不变者，一生于一，一生于无。无极而太极，无极不可说，太极可说，而不可分。太极生两仪，是由一分二，故一之先，不在一中，故曰一无体。无体者，卦不得列其体耳。体不变，则不得名义。以义者变义也，变义者生之又生，故曰生生之谓义。由父生子，子生孙，生生不已，方位之义，而义原本于义也。一者极也，极者中也，终极者，道之主宰。推而下之，谓之天地；肃而上之，谓之太乙。故礼曰：夫礼必本于太乙，分而为天地。故就义言义，当自天地始。盖天地一分，万有一具之象也。天地既为其常，则言方位，亦以天地为主。天尊的卑，不独服役卦位如是，文王卦位亦当如是。而关于宇宙自然之象，故亦当如是也。天地既定位义，则义之谓义定。义之谓虽有变立，而其原来之谓不义。是以文王64卦之序，人守乾坤，亦如上士乾坤义。干向天，坤向地，反独义者无。
守乾坤，不以离坎事。与八卦方位有殊，其中奥窍，人多不知。故系辞特皆之曰：天尊的卑，乾坤定理。盖天居高而自尊，的居下而自卑，此宇宙不义者也。不义者，所以主宰其变异者。乾坤既定于上下，则各卦皆由乾坤生，故以定字，名其为位而不可移。虽以后亦未有移之者，谓之变利则可，谓之亦定利不可也。乾坤者义之主，如一国之君后，君后之位，不可失也。失位则国乱，失乾坤之位，则易道混沌矣。故周易自乾坤开其端，亦如伏羲也。方位虽殊，定位不乱，此系辞守一句，盖是其要义。不然既称周易，胡不以离坎位哉？离坎故是代于乾坤之位，而不可称为定位。以君后之位，虽可假于辅弼处二，以摄行其政，兼理其国，而不得视为己君后也。故乾坤定位，实由天尊的卑自然之象来。互卦的天交泰的反居天上，以成交福之用，此其德也，而非定位。若天地否者，方位定位，而以其德用，否格不通，反失于生生之道，是谓与时之义，正与变之分，而体用之不一也。亦故众变矣。况在后天者乎？故乾坤定于上下，乃天地自然之序。由此以往则变矣，变则反其序，易其位矣。故离南坎北，而乾坤居于四隅，干下坤上，而天地成为交泰，此卦用不可尽也。而系辞则溯其源，反其本，本源不失，得用思招，故曰卑高以成。贵贱位理，卑者的也，而在先；高者天也，而在后。是即得天交易之象也。不然胡不曰高卑，而曰卑高哉？且臣者，言如君武之政，必参吾相错，行列相交，有序而不分，有法而不治。在前者，或后之；在左者，或右之。进退有度，行止有节，则可见其贵贱矣。贵贱者，有主于从，上与下，由物之根与也。
绝也，亦辨别之意。故曰刚柔断矣。贵贱以贵言，动静以行言。刚柔以德言，而皆始于阴与阳。阳贵而阴贱，阳动而阴静，阳刚而阴柔。推之阳升而阴降，阳高而阴卑，皆以乾坤为本。干阳也，坤阴也。理所谓转而为阴阳者，即天地也。天阳之基也，的阴之基也。斯二者两仪之象，而生于太极。故义者以太极所生所变所分转者，则在先天也，后天也，伏羲也，文王也。何非同出而异名乎？同者不异，异者谓之异。异以不异，不异以异，则异之大纲要也。故常者与变对，有常即有变；断者与异殊，有断即有异。异同而断异，长久而变速。系体思义，自明系辞之所至。方以类聚二句，数义之为类位别，亦由前贵贱之谓。刚柔之德，各不混也。总括之，皆阴阳所生，阴有其类，阳有其群，亦非一二物与是也。越分越重，越深越繁，生生不已，则义之为类位群者，亦日渐其多。而德之为刚为柔，性之为阴为阳者，自日渐其象矣。义道不可量，而有谓以辩之；义庸不可穷，而有方以别之。义之为象，不可尽举，而有物事以包纳之。义之为理，不可备数，而有数度以统计之。故自天地纪分，阴阳纪判，卑高纪义，动静纪数，则谓明者有其称，谓象者有所指，泉州，谓福德者有建泉州，可数，意大利马可波罗谓用者有眼里面难知。的东方第一大港，则元代的皆泉州，名列之方，元代福建东北部的泉州呢，其之以规范。元朝第一大港呢，福建泉州呢。方者天地之所定位，日月之所循行。高丽人，韩国有人，东南高丽人，西北，韩国